观众朋友，今日各位顺心无？感谢你再次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哥刘浩明。各种有常常看我哋客家电视台嘅节目，观众朋友可能有啲印象，都讲我哋以前嘅节目地步有收介过一啲年轻人，而佢考我哋呢整體嘅文化，喺過去以後，看到嗰度整體嘅嗰度客啦咩嘅時節，而過去嘅都用喺松樹，做出我哋細細嘅小型嘅客啦、貓啦，俾他人看。嗰時節，人19歲，用得真慷慨。但是今日以來到我哋節目已經28歲嘅，同時伊媽唔係嘅時節，完全去做一啲模型嘅一啲生意咧，更加係一啲體驗經過工廠嘅一啲調價。我哋今日有想到要到我哋嘅現場，而同我哋分享講，也咁多年來，伊哋做乜事情，同時應用嘅去把伊當初最好嘅一啲模型變成更加嘅一啲經過工廠。我哋馬上翻去今日來賓，我哋慷慨來到我現場。歡迎你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內埔嘅鄭慷慨。慷慨我哋真係幾久冇見啦，所以話喺來喺一啲另外一啲節目地方啊，等於訪問，其實係訪問內容地方，我哋都係倡議小件，即個做叫做模型嘛，但是我哋提供其實也經驗，即個嘛訓練即個，同時嘛學嘅軌道變成一啲體驗景觀工商嘅一啲調價，或者搶每件事情都講，因為其實講從我哋一啲年紀走嚟講，應該可以差唔多增倍一把。學讀書、讀高中畢業、讀大學，但是我記得唔記得有講到講，即個放棄嘅去保送上大學嘅一啲機會，做乜嘅人咯？其實嗰時嘅我18歲畢業後，睇高中2年生嘅時節，嗰時嘅對英語也部分非常嘅興趣，當時嘅呢2年生嘅時節。讀到一啲工廠嘅調價，睇個客家嘅做工廠，不過嗰時嘅想法是，一個工廠天然嘅工廠講唔會差，但是東西還係唔知也到底係乜嘅，嗰時嘅2年生準備要升3年生嘅時節，其實嗰時嘅3年生已經可以保送屏科大，但是我因為講。我那係保送屏科大，讀書4年，浪費4年嘅錢，也浪費4年嘅時間。咁我不如4年來做事，還可以賺一筆錢。當時嗰時就讀到嘅調價，老師也都好，可以引薦我過去嘅做。咁我到時就我都推去問嘅調價，調價如果可以畢業後唔來請我。好喺畢業後我去伊嘅做嘅6個月，喺6個月當中伊專門做嗰種學校嘅啦公家嘅蔬菜，公家嘅蔬菜其實講伊都係做一個味香啦、白磚的啦、種花草啦嗰種東西，因為講嗰度冇乜嘅興趣個普遍我自家嘅想法因為是講想嘅一啲。對某嘅東西，一啲空氣有一個屋嘅老闆有一個天然有花花草草，對某嘅東西可以改變一個有嘅東西，其實唔會差，所以講，因為嗰時就我做嘢嘅也唔會差嘅條路，當時喺6個月嘅時間嘛感覺到學嘅個東西嗰種唔係我喜歡嘅。所以我嗰時嘅想法，我睇拄好睇高中2年生，我嗰時就睇個美國嘅有一個金利繁殖廠嘅個做事，嗰時就都學用嘅繁殖嘅金利魚，拄好嘅場所也改亂，改大門嘅拄好嘅有現菜有材料有嗰種磚嘅還是乜嘅也有瓷嘅。瓷嘅唔係講過太細嗰種一啲細好用嘅，我都將把個現菜材料來做一個一些小造景安尼啦。拄好嗰時就有人學過去了，一個做嘅唔會差，嗰時就都非常嘅有成就感，我拄好有一個畢業嘅時間，囤嘅調價學嘅東西，我又可以利用，我睇畢業後睇學嘅6個月之後，因為嗰6個月學嘅東西，
学到的也係自家的，啊，總係唔係自家喜歡的東西，所以我嗰時節都去做邊4年，4年過來又去同設計師做，啊，睇設計師做都專門管理嘅農場，啊，其實設計師以為教用嚟做，兼用嚟做乜嘢，但是仲係冇，啊，做嘅管理嘅農場。嗰時陣我又睇嘅4年之後，都係感覺冇興趣嘅，咁我都好出來做我自家想去做嘅事情。啊，也都好，嗰時陣模型都好有一個意識出色。假如一個模型出色嘅時間，我加緊去做人家嘅維護嘅細條做。啊，加緊兩維護嘅細，仲有人會同我介紹做緊嘅細條。都好，嗰時陣有一個朋友，伊都卡都好睇改屋嘅，啊改屋嘅之後，伊又想去做一些造景，啊嗰時陣做嘅造景，因為他個人因為講唔會查，加唔會查，啊都好嘅人客要同我介紹一個聯絡嘅人客做嘅，伊旁邊嘅空地都好去做，啊要推做，啊都一時慢慢地，想講。有細條做一個自家嘅造景，啊也有成就感，所以我認為講我多嘅時間，已經想講可以慢慢自家出來做調解，安尼。佢從一條基礎，冇你講一條技術係你自家學來嘅，還是講喺以前識條路是學來嘅，還是講喺來係拼人嘅，喺啲朋友教你咯？其實睇嘅之前嘅調解，你幾年嘅時間冇學到一啲東西，啊。之後是同怪獸嘅時期啊，還是其他嘅行業嘅時期，其實我對一開始原本冇經驗嘅東西，啊，都係自家慢慢地去問出來，啊，自家有一些概念去做出來嘅作品。就是一方面去查資料，一方面去學習，一方面就真正是實際去做一條事情。但是我想請問一下事情，因為你這個當初我哋去做訪問的時候，都見㗎，其實能看上來個皮實實的，個有肉實實的，但是看上來嘛像一啲生意一樣的啦吼。但是我哋想講，嗰種我喺一啲調價，我都講我喺一啲股，我喺一啲銀行，啊看，我有人講，看上來像生意的人，你真是可以把工作完成啊，像有安尼情形。有，其實嗰度裝批都因為講我閒時嗰有。剛有經驗去做一條東西，看好了嗰種生意，也會怪懷疑啦。啊，但是我都同一個人客講，我有相片可以分看，也全部係我做嘅作品。啊，有啲人客因為講，剛我分年輕人和一個機會來做，係啊，因為講唔做嘅唔會查，假如會獨到去同佢介紹安尼。有啲如講有以前的作品俾人看，嚇，俾人哋講，迄個以前我做嘅，嚇，嗰時伊哋都慢慢地都會上心講，看好了年輕嘅調教，但是伊做嘅東西幾實在。反正係提嘅問題都係講，從即家啲，譬如講做啲工廠地位，可能用到怪樹啦，可能用到天工啦，幾多東西係你自家去親身做，還是講會保溫俾人咯？其實怪樹最閒嘅時間係睇6幾年嘅時間，佢調價搞硬樣嘅事，啊，嗰時間其實唔到位試啦，也係慢慢地命，慢慢地去學那位試，安尼啊，其實我講個專業也唔曉得，因為畢竟我唔係專業做怪樹嘅，也會分專門做怪樹嘅人做安尼，啊，還有其他水田類啊，基本嘅東西會做，但是過複雜嘅我都冇法度嘅。係，還是用冇同樣嘅專業俾啲朋友傾下來聽數啦嚇。但是至少講，啲規個設計嘅規劃地步係要唔即個來做一件事情。咁從即個接觸案嘅地步啊，到更加為止有嗰種影響幾層嘅啲案呢？其實有一個睇條主做民宿嘅調價啊，伊要求想講個人。嗰時就去推做搶做水池嘅，啊，伊要求嗰人嘅時間，佢有壓力啦，啊也唔敢
讲，按样讲，迄时阵无嘛个经验，去白做水池的。啊，伊迄时阵如讲，伊本来一个相片，伊想要做出安尼个水池的屯个瀑布。啊，迄时个头家如讲，主家如讲，唔可以做出安尼个东西么？我如推讲可以，我推做。啊，但是无法度个冲，但是可以大概冲安尼。后来，其实嗰时嘅个紧张啊，咪得步骤，咪得个都个谨慎安尼啦。啊，自家咪拜路睇健康，工睇健康。啊，我会个紧张，啊也会个有压力，但是睇下压力之后做出嘅东西，就是唔会差。啊，自家也个喜欢讲，也个瀑布伊做嘅，伊係伊上愛嘅。嗰個經過幾度嘅伊啲工作嘅試驗以後，我哋都看開，慢慢地潛出伊啲做事伊啲道理。休息下我哋下我哋買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所有節目我哋對女配來嘅真看開來當來現場，同人講，伊當初對樣嘅對啲模型嘅少年變成伊哋嘅田園景觀工廠公司嘅頭家。我想請問下看開嗬，因為一般來講嗬，但係譬如講我喺一啲人客，我喺前面啲人來同人做我哋景觀工廠嘅時節，我睇啲都看我想講，你這個係樣嘅風格。好，係樣嘅風格，唔可以做出樣嘅東西來。咁唔按樣嘅團入嘅人客講，唔即刻做嘅景觀工廠係樣嘅風格，同時唔可以做到樣嘅一啲事情啊。其實有啲人客以為想愛日式嘅嗰種感覺，啊也會想愛嗰種中國風嘅感覺。啊，泰國式嘅全部都較喜歡日本嘅感覺。啊。按樣講，我也會配合伊哋做出中國啊，也會日本嘅結合做出來一個作品。啊，我也會同人客講，左片係龍，右片係虎，甲龍片要有水，虎片要有山。好啊，當然也個係一個風水嘅嗰種觀念。啊，人客也會認為講，對風水。嗰種有18了解，當然我會同人客講，我無關專業，但是我會同講，泰國式嘅風水嘅方向啊、方位啊，愛做乜嘅，啊水要用嘅流，那會熱材啊，還是嗰種用嘅擺飾，那會個好看安尼。好，嗰種開始一開始在設計嘅時節，如除了講，這個可以把這個上好嘅啲想法同我哋啲人客做溝通以外，同時嘛可以加入我哋風水嘅觀念。但是我想請問一下，係咪每啲人客都可以幾明確嘅講出來講，我愛乜嘅用嘅結實咯？還是講有時候有嗰種唔做到一半都發現講，我唔好安尼，又我要過好安尼，有安尼人客？其實對於以前都也還好啦，如冇特別講人客嘅要求，但是人客大部分是以上嘅，他又是同講伊嘅想法，講嘅我這伊嘅想法去做，但是我嘛會推廣我哋嘅想法，配合風水啊去做伊個做緊案嘅。嗰時如講把人客嘅想法配合自家可以達到嘅要求，同時又要專業。好，結合出嚟嘅作品，然後最尾做出我哋講我哋啲人客嘛幾滿意嘅作品。對。但是我哋講以前如果好做模型嘛，做模型，嗰時基本上嚟講現場地方如果佢貼喺講同以前嘅橋位啦，我哋啲咩模型都講，而家看到係山水啦，冇得講係田園嘅模型。從有模型來講嘅話，咪係一種呈現你自家做田園嘅一種理念嘅方法，係咪？係，等於講田園咧。
详细来看啦。好嘿，伊就等于讲，即个伊的模天然的模型的伊的缩细版啦，系个种样来讲嘅话，你想要呈现出怎样嘅一种情形？其实一个作品呢，係捱姑姑而唔係一個砚台，佢其實係一個砚台。哦，看起來冇咁重啊，都想講夾表嗰種真係喺啲我哋講磨美的一個地方吼。係啊，但是嗰時就本來都用啊睇個後背天然啊都唔係用嘅，都當作個石頭啊，但是佢改粗。嗰時就都想法講，一個嗰種可以做乜嘅東西啊？表啊睇嘅要講個農費用嘅，啊伊要拄好有一個人人嘅個表咩食嘅東西，啊可以拿來做一個隨時嘅，表色來看，其實嘛唔會差嘅。啊，嗰時陣我會做一個表色版嘅一個日本樣式嘅一個造景來講啊，其實我做出來一個東西，我會結合宗教來去擺個演啊。等於講市民嘅生日嘅時間，也可以用一個去擺，甚至於一個口嘅也可以擺。好，你等於講以前我哋做係口嘅做咩嘅市民生日嘅時間，感覺到你講你喺嗰度口嗰度，但是其他有一啲庭園造景、庭園造景嘅一啲我哋講擺飾嘅時間，看起來你變成佢有一啲講日本嘅感覺，同時看起來嘛個軟。好，唔像那種口嘅樣啊，可能嗰種佢有嘅一啲情形，但是有一啲細庭園吼，細水池嘅，看起來嗰種一啲真實嘅環境。有啲作品哦，有啲作品看起來你像一啲像山水樣嘅。係，也個其實當時就我嘛唔知做乜嘅會想去做一個，但是嗰時就嘛係家下講我做一個廟方嘅市民生日，我來擺出來嘅一個想講。表啊盡簡啊，人家可以看啊，啊伊拄好又可以流水，人家會因為講廟方配合流水，感覺唔會差。冇錯。係啊，其實一個時間，一個係用玻璃籠，唔係玻璃籠去做啊，加不冇嚟去做出來，啊一個層次一個層次做出來，其實做出來嘅東西又強，啊又唔係講個粗，係啊。拄好市民生日嘅時間可以擺，啊也可以加下講，人家來擺市民生日嘅願望嘅時間，也可以擺口味啊，還是可以擺日本式嘅一個造景，也可以。因為頭先講也要帶最底部嘅係我哋嘅玻璃籠嘛，係啦，那用我哋嘅防膜嚟一層一層裹上去，嗰就等於如果你可以強壯嘅用玻璃籠先去做出唔愛嘅形。好，因為唔像石頭樣嘅嘛，你哋用大力嘅，先用玻璃籠去割出那一些以外，然後再慢慢嚟用防膜嚟一層一層裹上去。但係我感覺到特別佢貼咧係嗰條書誒，係嗰種用鐵線去剪嘅。當初我想到用鐵線去剪嗰條書誒。其實講現在買嗰種加書嘅也可以，但是用鐵線做亦可以做出，因為更加佢以前佢流行嗰種鐵線讀嘅嗰種書嘅，人家會買嘅送人啊，還是嗰種禮品用嘅，可以送人。嗰時間都加下講，也可以做出安尼嘅東西，咁我不如做一個也可以做用鐵線來做一個，可以做出有色啦，有花嘅色都紅色，葉嘅都綠色，係啦，莖都差唔多黃色、黃灰色安尼。但是今日喺來有安尼，我哋講山水，好天然嘅時間，而呈現出來嘅嗰種意境又完全冇同樣嘅。但嗰時間即係擺出來以後，他個人看到一啲冇同樣嘅東西以後，他個人嘅一啲我哋講回饋係樣咯。其實他個人都會見看啊，因為叫佢流水嘛，佢亦會看。其實藝術家嘛會見看啊，藝術家都會見看而流水嘅嗰種。感覺講佢輕快嗰種感覺，也會佢舒服嗰種感覺，係啊，對市民嚟講啊，我擺出一個東西，本人來創業嘅時間也會好看，佢有氣派用嘅，係啊，等於講嗰時間我哋市民嘅生日嘅時間，我哋盧卡路嘅幾多人來創業，買一條東西來創業嘅，每啲人下路嘅
看嘛，看你的作品，也會有個嘅起嘛嘅，我就會講，也係山水，也個會流水安尼，如像是那講，有山有水潛在那會流入來安尼。咁你有人講可能會發現我咪幾中意呢，咁可以同我做一啲幫藝，我講做一啲買藝要安尼嘅。其實我最好嘅朋友係車主啦，伊有想講，一個東西可以結合講，不論神明還是講人家喪屍過世的人因為人家過世的人會有嗰種靈屍，還是講書會去熬的嗰種東西，伊有講，唔可以做也可以去存錢如果想講做兩對一模一樣的東西，擺等於講一堆安尼去擺人家門口，其實唔會快看安尼。嗰時就都推講，其實可以啦，但是要有時間因為畢竟工廠還有細頭去做安尼。係唔講要做出一模一樣的東西，可以太有時嘅唔可以講全部一模一樣但係如果像你嘅作品對幾多人來講嘅話，伊可能想愛買，無論想愛拿到嘅東西，其實幾不容易尋到，但是你更加可以即個用手做出來。可是伊哋馬上講，其實像按你嘅作品來講嘅話，伊係用途唔單止睇我哋做佈施嘅時間可以拿得擺，其實係幾多嘅用途裡邊嘛看得到。咁有想到講把人家嘅作品無論講我哋海豚節目講嘅人家扣嗰啲東西，變成一啲文創商品。等於講商機去賣安尼嘛。冇錯，有啦，嗰時若係有人問，當然係有時間可以去做。最先前，去年我拄好睇呢部會做一個人家後背嘅櫃桶嘅後背有10把鈔票，嗰時就圖給人客講做一個東西嘅做鈔票人客都講剛嘅名片背後有會有個描繪模型，這是哪個東西？講就是模型的縮小版，因為伊係好多年嘛，剛才推廣過年伊都推廣，也係描繪縮小版的東西，都枕頭這種 Q 縮小版伊講這個好像也不錯你可以去賣你怎麼不要想說去賣？都推廣其實我最先前我有賣，可以去 Google 打我名去看我作品安尼。嗰時就因為伊先生係做老師嘅，伊有講，也可以賣都嘛個唔會去賣。嗰時我都同個主家都講，其實我做造型也該無限因為做模型該花時間伊嗰時就都講，更加像個白沙屯媽祖嗰流行伊都講，剛嗰時間同嚟做，係有限嘅時間，我冇聽聽嘛個時間去講去做係啦，都係有限嘅時間同嚟做一個白沙屯嘅粉紅超跑，講好等下有時間我去做本安尼。可是聽到我哋看佢安尼分享以後，我相信觀眾朋友一定會想講，假如當初做扣啦，伊做嗰個枕頭嘅東西，都係更加我哋可以看得到。冇唔錯講，我哋海豚節目我哋唱看佢同我哋小姐伊做嗰個扣啦，還有無共樣嘅太鼓，以後所有嘅成品，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翻返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就來自屏東內埔嘅漢葵，同我哋小姐也要體驗做緊嘅模型。一段節目，我哋請漢葵同我哋小姐也要枕頭做嘅扣嘅，還有無孔嘅古嘅模型。我想請問一下漢葵，因為其實現場，我哋看到都我哋做起，玩細時節，做一啲模型。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到小姐係講，當初我想我做一兩個扣嘅，當初係用乜嘅東西嚟做一個扣嘅？當初最先前我係做個機邊的個棍嚟用機邊的棍嚟去慢慢貼鬆落來，更
更加有一种看到飞机木，还有用飞机木去做一个新的一种系新的，也系新的嘿啊，先前那个做嘛会做一个，因为太子爷嘅时节，其实嗰度像个人真实的村头啊、桥啊，嗰度模式嘅桥嘅都冇共用，啊，我做每一只桥嘅都冇共用，啊，像有嗰种文桥啊，还是嗰种用城市的文桥，还是一种看到碰嘅桥啦，啊，一种看到两闸桥，系啊，两闸桥都係以迄個閘嘅用嘅，啊，去帶生命嘅，啊，其實最先前嘅兩閘橋係用喺啲馬祖古坡嘅精神啊，啊會用兩閘橋，啊也會用到一種碰嘅橋嘅，其實嗰度啊，因為人家文化啊，人家鬧嘢啊，如果嗰度橋嘅會出現喺人生活當中啊，啊我去嗰種村頭啊，還是鬧嘢好去看，無窮嘅橋嘅，我都會顧到自家嘅想法去做一個橋嘅。咁當初去做嘅橋，就像頭先講按詳細，譬如講有啲我哋用閘橋、河碰嘅橋，還有依個有文橋、湖橋。佢當初係以為即個路地嘅條橋嘅分配，人去做，還是講唔做嘅時間，然後發現講一條橋嘅無窮用，做乜嘅會無窮用？係後來做嘅人去了解，還是講即個已經先有一個基礎嘅，人去做一件事情。一開始其實路地啊講有一條橋嘅啊，只是冇過詳細去看伊嘅嗰種結構是用嚟做去，剛才我去真實嘅鬧嘢啦，去看伊橋嘅，還是講去用手機去查看咯，嗰種橋嘅用嚟做，伊嘅結構係用嚟行，剛才路只有對伊做安尼。咁像唔知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一般來講，用我看網嗰度文橋，用我看網嗰度湖橋。其實文橋來講，伊想講有活動嘅嗰種文橋，好啊，有活動嘅要分作幾多種，有兩層嘅，啊又有單層嘅，啊又像廟形嘅嗰種橋嘅，其實幾多啊，我係要都係睇到卡冇帶，因為冇方便帶過來安尼，啊，頭先主持人講嘅粉紅泡泡，其實伊會揾咗個大橋，其實伊想講出去鬧嘢迄段停車嘅時節，伊會用嗰種大橋。咁伊做乜嘅會用粉紅泡泡來去撈進來講啊？伊可能都可以去舊式，還是要用盤式，然後會用西人講嘅嗰種粉紅泡泡。等於講伊喺睇撈進嘅時節啦，啊伊會一家人家時候，伊係有事情拄好馬祖古坡。經過嘅時節，嗰種粉紅泡泡都可以去路卡嘅盤絲，個強片嘛，個快速，係，也可以下絲，嗰種粉紅泡泡可以，也橋講可以下絲，係啊。嗰種也係見到看到兩個橋，雖然講後背向伊啲飛機木做嘛，地係新嘅，但是也係咪係一種橋嘅形式。可是佢特別咧講，我哋今日看到嘅現場有三個，佢像係有同鑼鼓有關係嘅模型。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譬如講，佢像伊啲田誒，但是地部又有啲鼓誒，因為佢像伊啲牌樓，但是裡面佢像咪有啲鑼，或者咪係伊啲太鼓。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一模型地方係用嘅伊啲名嘅，無論伊係代表乜嘅意思咯？伊一個其實行到關於行到落地錘，加睇真實嘅鬧嘢當中，伊想講伊係帶段橋嘅，伊做橋嘅前面去行，加伊會採嗰種白銀啊，還是採嗰種喇叭去帶段嘢嘅橋嘅去行，加一個其實最先前真實嘅鬧嘢當中冇安尼嘅模型，像古田嘅有，但是路基本上都係用一個簡單嘅鐵架去做支撐嘅路，嗰時陣我嘅想法就講，我用我自己嘅想法去做出一個類似拱門安尼形嘅去做路，其實也兩個偏方以外也唔會快看，都好嗰時陣我因為講一個東西啊，偏下方向唔會差，我因為應該可以去做，做嘅時陣都好。有朋友愛同我家去嗰種市民生日愛擺宴啊，又拄好又可以拿去必擺宴安尼，係啊，等於講擺宴嘅當中可以
呈现讲啊，一个老年的文化，用一个去带动口的去学。所以我朋友伊嘛喺去团圆拜宴的时间，伊要同我家一个口的模型啊去拜。啊，一个都等于讲伊一定要有一个，也一定要有口的。啊，太古来讲啊，其实太古我哋最先的早期的老年文化来讲啊，人家唔係話用上頓班的茶去做嗰啲太古，人家講烤爐骨嘛。佢行到古嘅要帶頓口嘅去行，等於講古嘅喺烤嘅時間會有古上嘛。那古上嘅時間，人家會出來看，到底係哪老年啊喺乜嘅市民出來老年安尼。所以我會做一個古嘅，其實也行到一個名嘅行到交錢古，係口嘅前面呢要帶動口嘅古嘅。啊，伊其實佢特別來講，伊唔係用茶嘅去做嘅，伊係用人家講沙灘車去綁，啊綁嘅後邊人要有人打鼓嘅，啊也要有人打個斜斜嘅啊鑼啦，把個要有，啊只是我冇做幾種東西，我想做一個太鼓嘅模型安尼，啊，一係個模型啊，其實睇個艾盧卡也研究有一個朋友，都好有本來伊個算太鼓唱一個腔樣，但是伊係人形嘅，伊唔係八角形嘅，啊。嗰時就一路講一個鼓嘅本身真係，我哋就組一團一個考鼓嘅，啊以後可以存老年。啊嗰時就其實我個猶豫講要做一塊模，因為畢竟造型一塊個無限啊，又要做一個又要做我真是無安排。啊所以講嗰時就個猶豫講要到底要推天數模，可唔可以？好啦，唔怕，都好我哋啲朋友，也會靠，因為之前我哋有參加一個比賽，會去專門考一種嘅鼓嘅。嗰時節都有學，按樣嘅一個節奏，按樣嘅學打，按樣嘅考。嗰時候全部嘅朋友又過來講，咁我哋做一個鼓嘅人嘛嚟考，我哋以後可以嚟存老年，都好啊，咁我哋嚟做。嗰時嘅朋友本來一個真實嘅鼓嘅時間，其實佢亂啦。佢亂嘅時間，行嚟真理都好爸爸會念拍天嘛。都好爸爸念嘅。其實嗰時嘅嗰鼓嘅鼓來嘅時間，而冇前面嘅類似燈籠嘅嗰種東西，冇完全冇。我都想講，我用自己嘅想法去做。我同爸爸講，我嘅想法要做。六角形嘅，燈籠，我買個花草，我捌本爸爸看，爸爸都會同我念安尼，都是都好安尼完成人家我有鋪架臉書紅，都好人家看到唔會差呢，家可以行去存老年嘅。可是如變成人家朋友本一啲鼓誒，咁真係如果整理出一啲可以去存老年嘅鼓誒，所以頭先有講到講，譬如講，一本來冇一啲燈籠嘛，但是你真係開始做時，你只要你自己一啲想法做一啲燈籠，但是我發現到頭先我講嘅幾種一啲排料地位有啲鼓誒，以前面有啲嗰啲貼片嘅東西，嗰種探照燈嘅一啲東西。當初我想我加嘅量咧，我感覺到冇錯，而家有時我真係會看到嗰度整體嘅前面譬如說鼓嘅啦，我有安尼一啲燈咧但是當初我想我擺啲像探照燈安尼嘅東西標喺上面。其實一個想講人家嘅，伊係喇叭，人家嘅廣播器嗰種喇叭，因為伊一種鑼鼓嘅，伊係要配一個批量嘅啦，量嘅。吹喇叭嘅，嗰時候伊行到落地吹對嚟，如果吹喇叭嘛，而個喇叭吹出來嘅聲音會對個前面出來。但係你講有要插嘅地方，唔單止有鑼，但是伊後背嗰度聲音如果對入去一啲，可能講喇叭地方飆出去，其實講到更加好，我都發現到講。其實對以前差唔多半世時間去訪問都更加，其實對你這個對整體我哋講咧講廟文化嘅部分，其實係個有興趣嘅呢你這個因為講從有時我哋而家嗰度沙飛裡邊，因為講整體如果講我哋我哋講高層嘅音咧聲音咧高啦，
你即個因為講其實村頭冇得講，沒有文化對你來講，乜個有乜個影響？其實較老一批嘅人會因為講老年的些人咧，冇會學壞啊，還是樣嘅。啊，但是我因為講那些學生來其實唔會啊，但是又可以做一啲東西去呈現無共樣嘅嗰種感覺，我感覺到一種嘅文化可以用另一個東西來呈現，啊也可以用真實的老年來呈現，但是真實的老年嗰度刻板印象會因為講全部都上大啊，還是曬頭家乜嘅東西唔會，但是我會同我嘅朋友講，我哋做一個村頭啊，還是做乜嘅，其實我哋行長來，我哋唔會對生命咧對不起一點都好嘅。其實對人生活我嘛真話看到講，其實真係文化唔係路他個人上嘅案咧，吼，其實伊都像我哋生命講嘅等樣嘅，其實一定要正義，吼，一定要行長來。嗰時我像真同樣真係文化睇人書行，都變成完全無共樣嘅東西。嗰時看下今日節目，看下今日我哋看開帶過來嘅東西，我發現講共樣一個整體嘅文化，睇看開嘅書行都變成無共樣一個屬於載體嘅文化，同時對也個整體文化地方，因為發展出而即個可以聽數也個成立無共樣嘅一種體驗，組建嘅文化。今日感謝看開來弄嚟欣賞同分享到人故事。感謝主持人，也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喎，等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